全球唯一。心健阿賴氏血壓計大公開。大家好，我係心臟專科李英兆醫生。心健阿賴氏整合血壓計係為腹部核准嘅醫療器材。血壓計用嚟量度血壓同脈搏，屬於醫療器材等級。操作心臟準備作用阿賴氏同樣係醫療器材等級。所以本機提供嘅阿賴氏係精準刺激，能夠做到一防衛機制 defense mechanisms 抵抗疾病嘅保護作用，二穩定平衡 homeostasis 維持健康，促進養生保健，三釋放保護性因子同外泌體，延長健康期同生命期，四重複刺激產生耐受性同韌性，有助於疾病治療同輔助醫療。心健阿賴氏整合血壓計可以幫助我哋主動、精準、自然，但係最好嘅方法，防病養生、輔助醫療、模擬運動、提升體能、延長健康期同生命期。要做到精準量血壓脈搏，同時都要精準做阿賴氏。全球目前只有心健阿賴氏整合血壓計能夠一次做到。大家都相信西醫養生及阿賴氏血壓計可以養生嗎？趕快購買一台心健阿賴氏血壓計，天天養生吧！記得要掃 QR code。謝謝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李英兆醫師，我們下次見。